奈名嘅王出历史间延续，王出做得讲系世界上最奈名嘅虫诶，无论睇样嘅环境都做得生存。新上是讲过，人类出现喺地球嘅3亿年前，王出嘅老祖先早都睇也做到诶。只脚鼻方硬动动嘅断毛quite敏感，了了嘅感受到唔到香岩石这话两脚毛凸起，营养物都看唔到佢重样诶。莫看伊细细只。佢是係最強嘅生物咯。冬夏頭一個半夜，我本身用點皮骨喺夢地背同損耗嘅學習重新不落。默默風感覺到有乜嘅東西對我嘅嘴角掃過去18位置，我純屬一杯命到一個硬硬巴巴嘅殼，隨白開互助分享嘅。阿妹哦，睇我嘅枕頭方，一隻太陽出同我兩對面看定，嚇個我心寒淡盡，尿茶一時泄出來。一聲，幫出蛤蟆改尾又大又烈聲，按夜嘅沙聲鬼叫，微微滾做乜嘅喏？阿妹停停開門入來，我一看到救生來嘅，窮快飆過去男性嘅都市，啱啱會叫出聲，黃七有黃七，順定嚟嘅岩石子看下去，已經使出比岩就白太法岩體拍壁上，看嘅黃出，就像一個昨天該講上嘅西北路，睇嘅密市腳派條嘅路線上。阿妹麗麗嘅眼睛灑過去，書本輕腳接出擦嘅鞋，啪一聲灑得準。唔過太王出咩唔數年，下塊撲一使出悟空術，將自彈樣嘅對頂我哋避過來。我嚇個威王實天，夾個表上面床，灑甜表係自家已經超薄嘅體重，前面古有睇面床表方，幫票記下，一下慘嘅，唔知喺面床表踢撲踢攬。也係我特別睇橋，比較上面床邊本係定別嘅，面床邊我本唔定立嘅，含窮快下來，跳到八面微風嘅阿妹也係無心應戰，反轉身來關心，我也輸在那面，染起乜個黃出嘅擦嘅鞋，睇你邊嚟嘅強能度。下個無名嘅我一看到鞋帶很溫溫染定黃出嘅一皮撲翼，竟至俾我半天過，嘣一聲。隨過嘅面床邊真是本來定立一太空，一下阿妹嘅面看起來比黃出很過定人驚嘅。睇阿妹嘅學德上當中，凡上嘅黃出數拍腳劇，一下就轉入壁牆嘅西風嘅邊命起嘅。下向我掩定阿妹少女嘅屁股見相，唔知黃出前喺同損耗嘅比賽長生不老，乃嘅位夠厲害。野球國田2年作，天使報出台灣隊拿到世界野球12強冠軍，所有嘅球員中亞男中下又男又高，一個冠軍台灣等了32年。頒獎典禮中，中華奧會會過，去現場看比賽嘅台灣球迷，目子攬感停停太上床，看轉播嘅我也感動啊，驚喜解馬屁，免去寒舍世界，我哋狀況一層4年嘅層改行野球。不是為有等去練習打野球，見底下乜個世界有野球比賽嘅轉播，就會想要帶定愛頓頭，去200個插貨店向下看轉播。大家都看下過一部，心情每位停停中華隊嘅打擊同防守起起落落。看到中華隊打出安打，也係全壘打，我哋會定聽見猛練分關嘅，我唔會說，唔過喺本對方得分，又會緊張啊係無停。大家平常時打球嘅冇辦法，唔過到轉播看比賽嘅時節，曬要變啊像專業嘅球評，也是自家怪會用嘅。我哋打球嘅球棒係同賣身參嘅阿財白土嘅，球嘅係學校先生無愛嘅名球，輸入嘅係我哋用幾種球波製成向下執出來嘅，球場係阿明古一定覆順嘅空體，再用幾塊轉角嘅做鋁包，等陣啊會調納。有一擺，我哋正經睇嘅打野球，有叫阿汪看到我哋嘅球嘅是笨肉熊，球嘅傳到奶，佢就朝到奶，一下冇注意，阿汪約好起來夾到球嘅，就這話填球地背，
内底味道的通球会抽转来，咱很久的都给人家辛苦工嘅田，规村生人的都标入田球地波的草下网，替双球田做细嘅阿佛伯，看到内底规村的这个作家田，穷快超过来太上学，也就不当生人的无会都电视呛呛的，无人教师迄幕，内地无草无安时，阿网看到大家吵来，衫又个痛的，表上表下照本内底吵。就安尼，阿佛伯草内底草阿网，一个好好嘅田地嘛，富士马家。今日归去过后，大家都是到太人啥准备嘅好了，竹笋炒肉丝，食一饱必必的。太过后，虽然大家西山各地固定无穷用嘅生法，不过归乡下嘅时节，还迄位上有乡下泡茶草料，讲得内底嘅有欢喜，有快乐，有木质，有热伤嘅童年。家下嘅内底虽然物界都无钱买饼，无钱买人搭，无钱买交嘅，不过内底有最单纯嘅快乐，还有最珍贵嘅童年。第二闹的蒙面书，后必连延续学校嘅篮球场上，总有2排清太条嘅蒙面书。每年1到3、4月，蒙面开发嘅季节，开啊清闹热，贵数当风就一等奖。其他书下看，风色的花，天顶拍云，有样讲啊本人说，想啊过路的人都讲，我是在讲有浪漫哦。但係問題一發獎是獎，咩錢咩水人，獎嘅後背。其實係一場電影味，有本人條那通啊會不長命嘅噩夢。就係人講嘅，可能人唔係做嘅人艱苦，寒天嘅九江風，小小棍吹定樹當風嘅也被搖啊搖，搖啊搖嘅就嗒嗒跌，跌啦規個籃球場傍晚嘅樹葉嘅，負責掃籃球場嘅內底，每日都掃啊罪惡批流，不是打造就掃啊汗流脈絡，像做乜嘅太條路用嘅。一條樹葉嘅實在滅死人，硬掃都掃唔hết，見擺人掃好，一陣風吹來，本上掃好嘅地方有幾片嘅樹葉嘅。籃球場攤嘅一層嘅落葉，像係鬼皮樣嘅。春天來嘅，天時個小嫩掉嘅，木棉花都開始開開，佢像羽毛球火紅色嘅花蕊係另外一種風情。老實講，說得，天來看不是就像有一層盤盤嘅花壇，盡到係唔是說。還可能每位欣賞一點最後批流，最後小啤酒已經不過癮。一講，一類跌下來嘅紅色羽毛球，帶來到某一種麻煩，實在無格實。撒下來，花車迄個，聽見春天的腳步悄悄的行煙，面呢也開始聽風比啊歸天來，也條拍攝嘅面呢，又係新嘅挑戰，一定會聽風比啊入來嘅，比到哪都黏體來。每個入頭入角都有一定嘅總則，所唔係嘅面呢，過命嘅人會見雷木柱見打黑球，實在鬼定熱鬧，一時都感受唔到有那係浪漫。所樹葉嘅，所跌下來嘅花，所面呢，年思年安尼過，那條阿婆木面樹安定熱鬧，伊就講，信用講是講，來鳥定一講，花車跌下來，就話90事，事情總係有一好無兩好，一年透天。木棉樹帶來無窮樣嘅面貌，寒天嘅落葉，春天嘅落花，天頂嘅面呢，故所啲啊木棉花季節唔單槍欣賞伊嘅獎，也啲啊所睇嘅過程當中，學會嘅耐心同堅持。每一擺所睇都係同刺激強下嘅一種方式，雖然怪巧，咩本來定感受，欣賞到生活嘅好痛快。幫太所嘅指揮持續講演奏，也係最美一場嘅冠亞軍賽。通到幫一上12歲欣賞嘅太上蓋天頂戲，每間人2隻書確現太所，
身体向后背望，强人运向前进，脚下用力夹现来，心跳上提胸脯打鼓的，顺顶额头流下来嘅，是真子上一样嘅汗水。冇想到对手因密实同我哋放过去体育场嘅比赛所输嘅，大家唔甘愿嘅心情全写喺面上，想到抢存一摆嘅机会，心肠都卜卜跳。顺后加油嘅同学要睇上见药，先生我哋心爱稳定下来，跳后睇戏，堂节走实力，两只脚相当啊体内下用嘅，稳稳嘅坚定成功嘅样嘅，总算拿转变第三场嘅机会。第三场嘅冲位上帮又向起，大家拿出同心协力嘅信心，向下喊出胜利杀，胜利杀，一步一步退后，都系一步一步向前。也激发每天来嘅义工顺向起，放过来又放过去嘅太熟嘅，都像一面扫过来又扫过去嘅砂锅，看定一面砂锅，啱啱都系扫过去嘅，同学嘅加油声进来进太。我像天数绑定几条红色中心线，天天的又走过来，在塘道嘣一声，世界上点的一秒，念时悠悠好好，大家都跳啊跳起来，鼓个上咚咚滚，无唔错，我哋赢嘅。面对也好奇学校举办班级绑体操比赛，运动平方接上看到几多班级摕嘅练习，结果嘅。先生在体育课教大家认识绑体操嘅基本规则同技巧。最记得先生讲，绑体操唔系比万人个体力，系比那个班级个团结。也激发听起来quite简单，而做出来都无限精彩嘅。为到培养大家团结合作嘅精神，每一摆嘅练习，有人嘅书包装气票，有人嘅七条路啊爸爸，无就往啊四脚压田娃娃滚。唔过无人讲爱放弃。一摆比赛正规嘅画面，都系我哋进步嘅脚迹。绑定体操，我哋学习怎样嘅向下跳起，怎样嘅集中力量，怎样嘅坚持自家嘅定位，相信追游，也唔系后退，系前进，用倒退来婉转仰面，强心能做得后转曲势，少一个人都做唔得。每场绑体操比赛，唔单止系体能嘅素养，更是系意志力嘅考验。我哋用团结合作写一场大变嘅篇章，每本来学习到退一步，都会行前一大步嘅人生智慧。游出未来，年前非严重。讲到2岁，唔会想到乜嘅。我想大部分嘅人天生严时都想到需要比。对我来讲，2岁唔单唱自学，甲个唱系一种本人表送细细嘅欢喜。中学过后，买比同朋友向下进行经验，见打最久也好。考试考核同自家鼓励一下咩好。一比2嘅做得带本我一个好心情。我最好嘅2岁系珍珠奶茶，奶茶嗰种黏黏嘅米丝，加上生牙嘅珍珠，减摆适度嘅时节，规日嘅烦恼都会唔见hết。抽珍珠嗰种感觉，唔点样都会本人亲满足。不过学校健康教育课要顶上提醒我哋，也下青岛2岁糖分都quite高，准到每日都啉2岁，可能会变啊皮卒卒嘅，还个有蛀牙嘅问题。除系对我哋嘅身体唔好，学校先生还提醒我哋反驳嘅问题。先生讲，唔啉1比2岁欢喜10分钟，地球可能要花几十年能做得分解嗰条塑胶皮嘅封膜竹竿。尤其几多人都担心者，最尾可能会被海洋地背嘅动物食到，严重嘅话还会可以定死hết。糖嘅过后我能知。原来我哋每日啉嘅1比2岁没变得很多问题，故说我哋屋下开始做一些改变，比如讲我们一下为自家泡茶打果汁，还会做仙人板加牛奶，新鲜又空间，一下我们会带自家嘅帆布皮嘢去买2岁，还做得3-5个月呢。2岁有无同样嘅口味，都像人生样嘅，有人好甜嘅，有人好酸嘅，有人好黏黏嘅奶茶。有人好爽口嘅冷泡茶，我哋每一个人嘅人生
免无可能单抢一种美食，有时节迄甜的，像考试打头名，朋友送唔生日礼物；有时节说酸的，像同朋友吵事；有时节迄苦的，像考试压力大。因为有一条无穷样嘅美食，人生那么丰富有故事，就像啉的一口失败苦苦嘅硬茶过后，颠倒我个真实下一口甜甜嘅奶盖。生活地杯无可能每日都顺遂，免无可能日日都快乐。迄个我哋看 TV 也条酸甜苦辣，也条都系我哋成长嘅一部分。良水做得带俾人快乐。毋过我哋切对咩好嘅去托对身体好嘅，对地球友善嘅国家去缔节制。就像人生穷样，毋系追求过度过好，系拄拄好最好。我喺写诗中注意研究韩式嘅爱，最熟悉嘅唔系那间补习班，也系才艺班，加上系闹热饱满人情味嘅雅思嘅。遇到本来有过好嘅生活，阿妹日时头睇天空做事，连暗头有关系雅思摆摊嘅买二款皮包嘅夹嘅一条。美浓雅思、古树雅思、六桂雅思，那片有人，那片就有阿妹嘅身影。阿妹虽然明日中上中下。毋过我无通过伊辛苦，伊压得牙根担得硬，绑得错紧爽得看的精神，系我一生人的模范。家下我将脱骨手，阿妹总会使定也几台上刑茶来接我下课。这种茶诶，就像一个小型的仓库，里边堆啊饱满的火同铁架诶。毋过阿妹就像魔术师，用夹口述编出一个细细的味的本来错。虽然过食毋过快错。毋过我还系靠一件独孤，迄讲无水客，我就会同阿妹听树下火摆摊呢。当然，有时间我会炸死水客，享受一下本阿妹食嘅铁钱。摊的摆好势，我会拜托阿妹本来80斤元，去买我最好食嘅，读大家有认真做生意么？所以大家都很爱雅思嘅写诗长，凉水摊嘅阿姨会约束很爱去。市长一杯珍珠奶茶请啉。买 QQ 人嘅条件要揾一情讲，阿弟姑也包拿去同娘妹跳下式嘅世界嘅爱，苏红那等是当时嘅心肚里系满满嘅快乐同傻皮，也是咩系爱铁摆穿梭飞嘅地方，每摆隔壁买香树嘅条件人数唔拉，就会喺每一天数落台嘅称斤量，做条简单嘅线条，3點鐘就賺到300元。對當時很細細嘅我來講，就像係速度調漲300萬樣嘅，聽下乃唔得，係講條價無錢嘅，我就留喺阿妹嘅攤喺行天數有人客，數錢找錢，順時怪傻皮嘅定人客好弄嘅，一定仲係納定講，唔除係唔曉視察嘅，還有乜嘅唔會嘅，嘅是這個愛。屁股已經翹下上我嘅片戲嘅，也是嘅。唔單止係愛食也接受費嘅地方，更自重要嘅係基於愛同外快樂嘅回憶。一下太過後，每擺行業也是嘅看到一盞一盞嘅天火，一個一個無限悽差嘅身影，總會令佢頭擺嘅團結嘅嘅兩之外嘅身影。睇也是嘅順來順去嘅寫詩中，用雙手撐起幾個伏卡嘅阿妹。西瓜香無影，理應嚴重。我讀小學嘅時節，每年暑假也會都會載我去我阿公屋下了1-2整日。記得有一擺，阿爸視察嘅經過西瓜田，我看到嘅西瓜一粒一粒喺路順貼啊高高，順口一個牌寫定一粒100斤元。阿妹念時講，阿妹哦，讓俺熟，雜個工錢都唔拉哦。
就阮阿爸同茶会停下来，透过一粒太西瓜带去我阿公屋卡，多啉暗的甜食和过咸热，吃饱夜，大家将手着机床顶的去太树下了量，打最久。我哋做下同阿婆听书，同几粒太西瓜破一空一空。阿婆最相爱，看到我后人都会跌下来的，就先切一块饭来食。哇，沙沙甜甜又透心凉，很好食啊！我夹个拿去太树下，大家一空食下又一空，食下食咗一批。也个时节，听我嘅耳孔顺听到嗡嗡嘅声音，原来係一隻烏蠅拍喺本西瓜嘅甜蜜香度，都聽我嘅順口非常避下。我前兩句食西瓜，哪有時間答伊？就凊彩雙手壓兩下，想要同伊腳走。我想到講摸一下嘅，也唔知死嘅烏蠅就別過來嗡嗡嗡嗡，實在很等人鬧。人講年年馬沒有一鋪鐵，天生萬物都有佢優點同用處。將10萬個通膨的或菜滅將將嘅用業嘅做得本人欣賞，做乜嘅也烏蠅都冇半點好咯。生啊切嚟用，兩粒木主人太太粒，規身就烏索索嘅，像我一奶嘅堅強，害人惡力度。我過節聽到太人講，有人病譜都有人輸，我頭都問我阿公，阿公，頭擺嘅人都會喺屋下學一隻貓嘅來尿攞出嘅啊，唔講也烏蠅最強乜嘅咯。我來學一隻，安尼就唔驚烏蠅來作怪嘅。阿爸喺順後聽到都詐死涼嚟講，梗係等學一隻拉起來好冇？阿妹愛哦，莫講嗱嗱，一個等人鬧，一個又等人驚，半斤八兩冇個樣。我爸都唔全講實，嗰隻烏蠅要比轉來嘅，很強啊西瓜當風。我目瞪瞪嘅看到伊比啊比嘅，最尾停喺斷頭嘅風，機會來嘅。我念是啥到報紙就擘下去。啊，本伊比走誒。我喊阿爸趕快來聽書，露台尾興嘟嘟誒來釣鬧熱。大家七手八腳，阿婆看到納講，唔是按摩汗，夾個同西瓜皮簌簌起來，唔好變得個像烏蠅嗰樣啦。係哦，粗肉像烏蠅。我趕快同西瓜皮變下鐵石推，再特別狠，安尼一等人鬧嘅烏蠅就冇戲好創誒。雞卵花種好生研究，一部嘅韓國沙期嘅公園看到雞卵花有開嘅，向米田封閉拍花黃心，跌下石頭路巷，都像一粒一粒切開來嘅拍濕卵，上一人停下腳步，天天嘅欣賞。我顧下來，飲起一類能跌下來嘅雞卵花，佢雖然已經離開樹帕，唔過唔全抹黑，還係拍槍，有層層嘅清香味。一類花，飲時就本來想起。前幾日學校舉辦嘅通福亂發通，今日我哋邀請到對龍潭北印農場來嘅劉太姐分享友善畜養嘅觀念。伊表示，雞係喺肉體農嘅地位，無法度自由行動，也係細日頭都會變啊鬼緊張，暫時就不平，生出來嘅卵當然唔空間。伊還講，台灣現下正是友善畜養嘅雞村，大概將量上天，大部分嘅雞村還係雞類農畜嘅。友善畜養係一種尊重生命嘅畜動物方式，也從發通唔單將係本學生嘅了解動物嘅福利，嘛感動到家長。有一個阿妹講，原來每一粒雞村後背都有一隻雞媽快樂，也係悲慘嘅故事。行一百去市場買雞村都會個支持通福卵。發通當中，雖然係還用通福卵做卵件，有一個學生嚟講，係講雞會納，佢生出來卵一定會過空間。聽到這句話，我知道幾感心。家庭教育日，我能教雖然係安心食東西嘅方式，要教一定關心生命嘅方式。面到去年，學校同區嘅雞子改做生命教育園區嘅時節。每次辦過一個祈福卡嘅發通，有一個學生係寫，希望雞媽做得過定幸福嘅生活。短一句話都展現出細人嘅對生命嘅尊重同祝福。也正經都係我哋做生命教育嘅目標，教細人嘅對尊重一粒卵開始，了解生命嘅價值。
学会温柔对待世界万物，就像吉兰花嘅一生，花开代表出世，花落都系离别。虽然花落嘅天内唔过香味很彩，人未穷样，系一生人对万物有爱做有意义嘅事情，就算注定会离开，未会留下本人记得嘅身影。看定公园一天内嘅吉兰花，想到我也今年遇到4年嘅设计生命教育课程。虽然过程当中有时间未会拄到打击，不过嗰度嘅系感谢，因为我知有条香味唔单止系留本切家，还有嗰度嘅系送花本人所留香嘅用途。